日要教大家一個情緒調節嘅技巧，叫做 fact check，檢查事實。喺檢查事實嘅過程入面，我哋可以問自己5條問題。第一，係乜嘢觸發咗我嘅情緒反應呢？我有啲乜嘢情緒反應啊？第二，有冇搞錯？其他解釋嘅可能性係啲乜嘢呢？第三，事情有冇咁嚴重呢？第四，有冇其他嘅解決方法？我係咪只係可以依靠極端嘅方法呢？第五，我嘅情緒同埋強度有冇符合事實，恰到好處呢？舉個例子，例如可能有個朋友咧，佢幾個鐘甚至一晚都冇覆你嘅信息，你覺得好嬲，甚至覺得被冷落，覺得好難受啊。可能當下我哋會有啲情緒反應，甚至有種衝動，想不斷 send message 去催個同學仔，甚至鬧個同學仔，甚至有時我哋可能會諗到，不如絕交啦，或者咧仲有啲傷害自己嘅行為。呢個時候，我哋就可以檢查一下事實。第一，係乜嘢事情觸發咗我嘅情緒反應呢？係朋友咧冇覆到我嘅信息，所以我覺得好嬲，被冷落。所以咧，我對朋友冇覆信息背後嘅解讀就係朋友唔重視我。第二，有冇搞錯呢？有冇其他解釋嘅可能性啊？會唔會朋友只係忙緊，或者手機冇電，又或者會唔會佢有啲唔舒服，所以瞓着咗呢？又唔一定係因為朋友唔重視我哋啊。第三，事情有冇咁嚴重呢？當然啦，當下嘅情緒可能咧非常之強烈，而且亦都係好真實嘅。但係發生咗嘅事情係咪真係無可挽救呢？第四，有冇其他解決方法呢？除咗一啲比較極端嘅方法之外，我哋有冇其他嘅方法可以試下呢？例如可能第二日返學校問下朋友點解冇覆到，或者同其他朋友驗證下佢做咩事唔覆機。第五，我嘅情緒同埋強度有冇符合事實，恰到好處呢？如果對方真係因為唔舒服冇覆到，而我哋嘅嬲怒實在太強烈啦，可能我哋就要慢慢咧做翻一啲深呼吸啊，或者其他調節情緒嘅方法咧，慢慢去調節翻。而當我哋未清楚知道事實係點樣嘅時候，例如可能你仲等緊朋友去覆機啦，或者你仲求證緊朋友因咩事咧唔去回覆嘅時候，我哋都可以先停一停，諗一諗，暫時唔好做一啲激烈嘅反應住。我又試下舉第二個例子啊。假設咧老師話俾你聽，你份功課有啲嘢出咗錯喎，呢個時候你可能覺得好驚，好擔心老師會鬧自己，亦都有可能咧會覺得好瘀，擔心咧自己好蠢啊，咁都出錯，甚至咧可能會想逃避去見老師，睇下咧好唔好詐病早退唔返學喎。呢個時候，我哋就可以運用檢查事實啦。第一，有啲乜嘢觸發到我嘅情緒呢？今次係老師話我份功課有錯啊，可能呢，我對老師呢一句說話背後嘅解讀，跟住落嚟我就要俾老師鬧啦。又或者我將老師呢一句說話解讀成呢，我唔係一個好嘅學生，甚至好似喺度講緊我好冇用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可以問下自己有冇搞錯？會唔會老師咧只係想幫你更正返，並唔係想嫌棄或者批評你呢？第三，事情有冇咁嚴重呢？功課做錯咗，甚至考試考得唔好，都唔係世界末日，我哋永遠都有機會去改嘅。第四，有冇其他嘅解決方法呢？我哋可能可以虛心咁問下老師點樣去改正，或者咧揾一啲同學去討論嘅。第五，我呢個情緒同強度合唔合乎事實，恰到好處呢？有時我哋擔心做錯事老師會鬧，或者因為自己做得唔好而覺得瘀，都係人之常情嚟嘅。但係如果太強烈嘅時候，我哋就要提醒自己啦，我唔係冇用，我只係今次出咗錯，我係可以更正返嘅。而且如果我因為太驚或者太瘀，就不斷咁避開老師，甚至避開返學，可能咧會令我哋錯失好多學習嘅機會，或者老師可能根本就冇諗住鬧我哋，但我哋已經一早耍手擰頭啦。而當我哋不斷避開老師嘅時候，我哋就冇辦法求證到底老師實際上係想對我哋做啲乜嘢，可能呢嗰份嘅擔憂就會不斷咁樣越滾越大噶啦。所以當大家遇到困難嘅時候，有情緒係人之常情，但係記得同一時間我哋都要學習調節同埋檢查事實啊。